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22章。上主叫我入去犹大王宫，甲坐大密王位的犹大王官员以及耶路撒冷的人民讲，着注意听上主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秉公行义，对欺压的人的手解救受压制的人，毋通虐待，也是用强暴的手段对待外族人、孤儿、寡妇，嘛毋通伫即块土地流无辜的人的血。恁若切实遵守我的命令，坐大密宝座的君王甲遐个官员，人民就通坐马车，也是骑马，经过城门进入王宫。毋过，恁若无要服从我的命令，我去家己立誓，即个宫殿会成做荒埔。我上主安尼宣告。对我上主来看，犹大的王宫亲像基列，亲像黎巴嫩的山顶遐尼水。毋过，我要互伊变做荒埔，无人徛起。我会派人甲伊毁灭，因会带斧头来挫断遐个僻香树做的条，甲迄落火。会有真侪外族人经过即个城，互相讲来讲去，上主是安怎安尼对待即个大个城？有人会讲，是因为即个城的人违背上主，因为上帝甲因立的约，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。犹大人毋免为着已经死去的王哀哭，毋免为着伊悲伤，着为着伊的囝约哈斯哀哭，因为约哈斯受掠袂阁转来，袂当阁看到家己的乡土。有关继承伊的老爸约西亚做犹大王的约哈斯，上主安尼讲：伊受掠离开即个所在，永远袂阁转来。伊会死伫受掠去的所在，袂当阁看到即个土地。这人有才华啊！伊用无公义的手段起家己的宫殿，用无公道的方法去留仔厝。伊互家己的同胞做白工，拢无互因工钱。伊讲：我要为家己起悬楼大厝，甲厝开窗仔，用片香茶装潢，壁板擦红色。你用片香茶做高贵的宫殿，要表示你比别人较贤做王是无？你的老爸敢毋是秉公行义，一世人享受福气，事事亨通。伊为困苦甲散赤的人伸冤，迄时伊事事亨通，这敢毋是因为伊真正捌我，上主安尼讲。毋过，你的心目单单看家己的利益，流无辜的人的血，欺负压制人民。所以，针对约西亚的囝犹大王约雅敬，上主安尼讲：无人会为着伊哀伤讲：哎呀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姊妹；无人会为着伊哀哭讲：哎呀，我的主，我的王。伊受埋葬，亲像人伫带驴仔，互人拖走，迄出去耶路撒冷城外。耶路撒冷的住民啊，着爬上黎巴嫩山大声喊，去巴山大声哭，去摩押的山顶大声喊。甲你结盟的朋友拢受拍败啦！恁早前安定的时，我警告恁，恁拢毋听。恁对少年就安尼，毋听我的话。
恁的首领会互风吹走，甲恁结盟的朋友会受掠，恁拢会受侮辱，因为恁的所做拢是歹。恁住伫黎巴嫩，伫片油茶起的宫殿，恁掠做安全。灾难一个到，恁会亲像妇人人催尽痛苦哀哭。上主对约雅敬的囝犹大王约雅斤讲：我要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虽然你是我正手的手指印，我嘛要甲你拔落来，交互遐个你所惊要杀你的人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军队。我要将你甲你的老爸赶去外国，去毋是恁出世的所在，恁会死伫遐。恁真爱倒来，毋过永远袂当倒来。上主阁讲，约雅斤敢毋是亲像一块破喙无人要点的盘仔，是安怎伊甲伊的囝儿查某囝拢受迄角流亡伫外地？大地啊，大地，着注意听上主的话，着记一笔，这人无护士，是一生拢无成就的人。伊无后代继承大笔的王位，通继续统治犹大。上主安尼宣告。